今年咱的双十大会有伫总统府头前挂白流的国旗，佮请到日本的剧高校的高中生来做演出，这也显示国际朋友对咱的支持。总统蔡英文也强调讲，台湾会坚持民主自由，做民主国家的朋友。伊也提出各方自主的成果，来为今年守土卫国的主题做上好的解说。那台湾今仔日这个词，伊是讲要50摆啊。白流的国旗挂伫总统府头前，日本京都的高中生来台湾表演，举牌啊表示台日关系友好。10月初10国庆大会顶悬，总统蔡英文的单位特别强调台湾伫国际上的重要角色。当威权主义的扩张逐渐威胁全球秩序的同时，四面八方的国际友人都来到了台湾，表达温暖的支持。蔡英文表示，要伫经济产业、社会安全网、民主体制、国防战略4方面，将中华民国台湾打造做一个坚韧的国家。因若讲到勇赢战机、玉山军舰等等军机、军舰国造、国防自主的成果，嘛强调全面防卫，希望大家共同保护咱的国家。我看到许多朋友，有年轻的爸妈，有上了年纪的阿公阿嬷，也有许多没有服役经验的学生。他们不分年龄、性别，自发性的参加民间的课程，学习社区防卫、紧急照护以及资讯辨识。前几天，前总统马英九批评，不应该把国庆日的英文改做台湾 National Day。相信总统蔡英文的国庆演说内底，头尾拢有用到中华民国，嘛有用到中华民国立足台湾这个讲法。不过有买我50摆拢是用台湾。蔡英文对对方发声讲，民主自由就是台湾人的上大共识。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的人民，历经73年的共同生活与发展，已经凝聚了强大的认同感和归属感。台湾人民和朝野政党的最大的共识，就是捍卫主权以及我们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。从总统府上方通过，请大家看向上方。为天顶飞过去的是雷虎小组，表示国军要维护中华民国守卫台湾的决心，嘛为111年的国庆大会来守尾。以上就是记者林世豪、谢桂林伫咧总统府头前的采访报道。